我没有听到说完啊。先放影片，祷告的影片，大组的影片。这支蜡烛代表希望，我奉主耶稣的名，先点着这支蜡烛。这支蜡烛代表主爱，我奉主耶稣的性命点着这支蜡烛。这支蜡烛代表喜乐，我奉主耶稣的性命点着这支蜡烛。这支蜡烛代表平安，我奉主耶稣的性命点着这支蜡烛。
这支拉条代表主耶稣基督，愿奉上帝一听，点到这支拉条。来啊，咱着用耶和华唱歌，用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用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这时，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圣诗143首，请来，伊玛瑞里，请咱起立吟全首。请来，伊玛瑞里，救赎以色列众兄弟，因受真刷是之相信，也通梦想也刚定，欢迎。
时，请咱由原徛地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第12个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信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现在即时，请咱做伙来献开启应文，启应文31篇，做伙来启应。迄个捌受痛苦的地，无搁点伫黑暗。请上帝和沿海的路。约旦的荷花，外邦的加利利得到阳光。行伫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徛起伫死荫的地下，有光照因。因为有一个儿仔为着咱来出世，有一个囝想赐予咱，伊要负担国籍。伊的名称作医疗的牧师，全能的爸。是永远伫地的爸，永和平的人君。伊的国政甲平安要加添无穷尽，就是伫大笔的宝座甲伊的国。要用审判公义来建立伊，保护伊，对他到永远。万军的耶和华的热心要成即个事。即时，请咱做伙搁来吟圣诗，圣诗101首。圣诗101首，请咱坐地吟全诗。天将
请咱做伙压头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慈爱、恩典甲保守，伫圣诞的主日，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学了敬拜你。感谢你赏赐你独生的圣囝耶稣，为着阮来降世，担当阮的罪。因为伊受着刑罚，阮得着平安；伊受鞭拍，阮得着医治。感谢你赏赐阮平安、恩望甲喜乐。愿主的荣光充满伫每一位兄弟姊妹的身上，带领阮经过生活中的困难甲挑战，互阮倚靠主来得胜有春。愿荣光归伫上帝，平安归伫你所欢喜的人。愿主的疼显明伫阮中间。阮要学了感谢你，也求你伫即时开阮心灵的目睭，开阮的耳孔，通过你圣经的话语、牧师的讲道、圣神亲自来对阮讲话，互讲的、听的拢得着福气。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这是学了请圣歌队。
只是请咱做伙来强守上帝的话。今仔日要看两位的圣经，第一位记载伫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到第7节。因为有一个婴仔为着咱来出世，有一个囝赏赐咱，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称做奇妙无事，全能的上帝，永远伫第下辈，和平的灵君。伊的国政甲平安要加添无穷尽，就是伫大笔的宝座甲伊的国，要用审判公义来建立伊，保护伊，对打到永远。万军的耶和华的热心要成即个事。第二位，咱阁要来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24章14节。马太福音第24章14节，迄个天国的福音要传到通天下，最干净伫万邦，迄时末期就到。以上正道普天同庆，请曾牧师。亲爱的姊妹，大家圣诞恭喜！咱今日带着欢喜的心，有真侪咱的亲人朋友，佮有向日葵学院的毕业生，嘉瑜甲真侪咱的所邀请的亲人，咱今仔日咱做伙做礼拜。愿天父上帝伫今年的圣诞节赏赐咱每一个人，咱的俗语讲心想事成。愿咱对天顶的上帝，伊所赏赐一份宝贝的礼物，伫咱的一生到永远。伫咱要开始来读圣经之前，我要邀请咱做伙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做伙组织伫教会内底。今仔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阮感谢主耶稣降生，带来阮生命的福音甲祝福。今仔日有阮向日葵学院的同学，也有着阮会邀请的亲人。阮伫你面前恳求天父上帝祝福，互阮伫今仔日个礼拜，亲像有一个回家的感觉，是一个真快乐的时刻。主，你赏赐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伫新的一年，因为主耶稣的降生，互阮的生活内底充满盼望。阮伫你面前用较无的心来听今仔日圣经的故事，求上帝你将你应允祝福的话放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互阮听见，阮的心欢喜，阮的生活就充满快乐。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圣诞节是一个真快乐的日子，这个圣诞节充满真多真水的故事甲诗歌。我毋知兄弟姊妹，恁伫恁的生活中间，恁对圣诞节有甚物种的感觉？圣诞节有一个真水的故事。这个故事有真侪真水的诗歌，咱伫教会庆祝圣诞的事，其实是一项咱的心灵欢喜，无论是祈祷、唱歌。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做伙来分享上帝所赏赐咱一个人生中间最奇妙。咱每一个人头一摆上深的印象，圣诞节到底是甚物？愿咱伫今仔日这个圣诞节的节期，咱来到上帝的面前。咱对上帝发出咱的祈祷，咱求天父上帝祝福咱所邀请来的亲人每一个人，咱用较无心来得到上帝所赏赐咱的礼物。我一生有一摆伫国外来参加圣诞节，伫迄个圣诞节的节期，有一个足特别是伫咱台湾真困难感受到，就是24号晚上。咱叫做平安暝，伫咱传统的教会较少有平安暝的礼拜。咱台湾的圣诞节气氛嘛无亲像伫国外。有一年伫寒冷的冬天，我伫德国参加迄个平安暝的暗暝的祈祷甲礼拜，对我心中有足大的欢喜甲感动。亲爱的姊妹，咱的教会对2018年开始，咱将社区的庆祝圣诞晚会。跳街舞唱真侪热舞的歌，咱改变真侪一个回归到真传统。希望咱的教会是一个会当互人感受伫一个真安静的暗暝，用真水的诗歌
来唤起人心中的热情甲渴望。这段影片伫今年的24暗，牧师要邀请咱，若时间会当，也是讲时间袂当，但是恁特别将迄个时间给播出来，因为咱伫24阴暗要亲像跨年祷告会共款，要真做一个人来调见上帝，人甲耶稣做伙来庆祝生活中间新的开始。伫全世界中间有一间足特别的教会，叫做西敏寺。有一摆伫遐做礼拜的时，我心内有一个足大的感动，因为迄个礼拜中间有充满足水全世界足水的圣歌队。迄个时阵，我有一个感动，讲我若对台湾若有可能，我要邀请阮的兄弟姊妹，阮就包一只无人机吼，全教会拢做伙来遮做礼拜。迄种的欢喜，甲迄种的感动，兄弟姊妹，咱毋免去到英国。西敏寺就是伫英国的大笨钟泰晤士河边啊，全世界一间足出名的礼拜堂。这个礼拜堂有真水的礼拜，伫当年平安暝24暗，因为足庄严的礼拜。住伫伦敦的兄弟姊妹，因拢带着一个足热情进入这个礼拜中间。为什么？因为平安暝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真庄严，是一个真神圣，是一个真有愿望的礼拜。所以伫迄个时阵，咱唱真多诗歌，亲像今仔日咱所吟，请来，请来，以马内利。意思就是讲，天顶的上帝，请你来，你来甲我做伙。然后伫最后要结束的时阵，因会吟一条诗歌，等一个咱伫讲道了要唱的，叫做《普天同庆，主临世界》。上帝降临，一切的烦恼，一切看路，一切黑暗的关系拢离开。上帝对天顶所想事的祝福，就临到伫咱中间。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是一个做伙欢喜的日子。今仔咱中间有真侪人是传统的基督徒，包括我，包括温牧师、牧师娘。阮拢是一个对细汉都无机会通选择，因为阮伫教会大汉。所以教会大汉，所有的教会内底，迄个快乐的诗歌、快乐的故事，就深深成做阮的生命中间的一部分。当然，今仔中间嘛有真侪咱喜乐保育院的咱的家人，因上少一年有几摆甲咱做伙做礼拜。今仔日咱的礼拜是一个亲像天使，甲咱做伙做礼拜。所有的家人，咱拢做伙做礼拜。所以今仔日的礼拜就是一个普天同庆，全世界。伫12月24、25，进前的礼拜，然后的礼拜，拢咧欢喜庆祝圣诞节，因为这是代表一个感恩的日子，也是代表一个祈祷的日子。因为对圣诞节开始，新的一年要来临，咱要带着期待，求上帝将愿望来赏赐予咱。所以，等一个我要邀请咱用欢喜的心，大声唱，咱甲天使做伙做礼拜。因为伫地上，咱称咱家己做上帝的囝儿，是上帝所听，是天顶的上帝的百姓。愿咱伫咧今仔日的礼拜，咱将上帝的恩典，咱甲伊讲：阿爸天父，愿感谢你。咱中间喜乐保院内底有一个家人，伊若拄着伊足亲的老师，拢会甲伊叫阿爸阿爸。以前我无特别的感动，毋是袂使讲无特别的感动。以前我会感觉真尴尬，因为伊若看到牧师，伊拢会安尼一直甲牧师要叫阿爸。其实可能伫伊成长的过程中间，爸爸对伊来讲是一个足重要、足特别。兄弟姊妹，今仔日咱来叫天顶的上帝，伊要将一份真宝贝的礼物。今仔日的圣经。以赛亚第9章第6节、第7节，兄弟姊妹，咱今仔日若对你若愿意，你重新对第1节读到第7节，因为伫遮描写一个足重要的历史的故事。这个故事今仔牧师无够嘅时间通甲咱解说。这个故事有一个足深的含义，因为以赛亚第9章第1节到第6节、第7节，其实伊咧讲起耶稣要降生的预言应允，
这段故事是发生伫耶稣圣诞节还未开始之前700年，伊是发生伫一个真辛苦，因为以色列人对迄个时阵开始有一个全世界上强第一个帝国叫做亚述王国，全世界第一个真正强大的，毋是罗马帝国，嘛毋是中国的这个唐朝，毋是，全世界第一个上强的这个帝国叫做亚述王国。伫耶稣还未出世之前700年，所以圣经描写讲，生活伫黑暗的所在，伫绝望的所在，要有光照伫因的内底。我用这段故事来做今仔日圣诞节的祈祷，祝福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如果咱伫人生中间感觉乌天暗地，圣诞节是一个应允，意思就是黑暗若来，光明将近要来临。愿咱伫上帝一听的内底，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做伙等一下，咱来唱一条足古老的圣诗。等一下，咱讲到了，咱要吟这条叫做《普天同庆》。这条诗歌是一个真出名的法国迄个圣乐的专家，伊写作者圣诗，伊叫做以撒华兹，伊写这本这个歌词圣诗的这个歌词，后来互一个足出名的圣乐家叫做韩德尔，甲伊写作圣诗。后来就伫欧洲成做一个圣诞节作典型传统的诗歌。咱的教会逐年若出去报佳音，伫报佳音的第一条歌叫做《平安眠，圣诞眠》，第二条诗歌就是唱这条歌：普天同庆，主临世界。原来伫上帝的面前，等一个恁若听第一摆唱的人，恁会当用恁的心来读，听所有你身边的兄弟姊妹所唱这条诗歌。伊讲普天同庆，主临世界，全世界来迎接这个天顶的王，罪恶悲伤无过生团，刺激一切暂停，外主降临，福气充满。兄弟姊妹，祝福恁新的一年稳定满满。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做伙来庆祝圣诞节。咱有礼拜，咱有爱餐，咱心中充满真侪欢喜。咱的教会伫圣诞节拢有真侪活动，包括昨暗，咱伫彩街，咱伫咱德堂，咱的街头巷尾，咱已经30几年，咱拢穿圣诞老公公的衫，摕鸡龟啊，然后咱对巷仔转来转去，都有真侪咱的厝边，因就紧走出来，大家伫迄个所在用笑容，虽然无共款的宗教信仰，但是大家欢头喜面，就算做是一粒鸡龟啊。一块糖啊，对德堂人来讲，拢已经真做伫圣诞节中间真怀念。所以今年圣诞节要来临之前，有一个阿公，伊就敲电话来教会，伊问讲：恁教会今年是当时要电子火车出来踩街？咱就甲伊报告讲，伫12暗，就是昨的阴暗。所以这阿公讲，阮孙啊一直吵，一直吵。伊当年拢听候，伊惊讲万一若倒了毋着工，伊就看无着，伊就专工要对台中倒来，所以阿公就为着即个囡仔，已经咧安排即个时间。咱的教会伫后礼拜六阴暗，咱嘛有办一个活动，叫做圣诞市集。圣诞市集是伫欧洲的社会中间足特别的，也即恁会当Google，你甲写。Top of Christmas Market， 意思就是讲，伫这个圣诞节期的圣诞市集，排行榜第前10名，还是讲排行榜的第几名？你就会当看到足侪的这个排第一名，听讲是德国的莱茵河畔，迄个真水的，伫个莱茵河边仔的一个圣诞市集。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毋免去德欧洲，咱伫今仔日，咱的教会。咱嘛要用圣诞市集来想象、来幻想、来欢喜，邀请咱大家来，这就是莱茵河畔的迄个全世界听讲是第一名的一个圣诞市集。有真多真水这个是伫澳洲，这个是伫捷克，所以圣诞市集是伫欧洲，因咧欢喜的时阵，有真多人将伊上水的物件摕出来，真水音乐
大家伫真寒冷落雪的冬天，大家对室内穿足够的衫出来外口，啊，大家伫遐跳舞，伫遐唱歌，有当时啊啉一杯红酒、白酒，伫迄个中间。圣诞节是什么？今仔日的圣经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伊讲圣诞节是一个真特别量身定做的日子。伊讲有一个红婴仔为着世间人来出世。牧师要甲咱分享，这句话是对你讲的，嘛对我讲。耶稣为着你出世，耶稣嘛为着我出世。耶稣来到这个世间，也要带予每一个人一个生命的盼望。所以圣诞节是一个量身定做的日子。向日葵学院的同学，牧师给您祝福。恁伫向日葵学院不是上学而已，恁伫向日葵学院是准备要展开你们的翅膀，伫将来会当行一个，互恁的人生充满了喜乐。拄则牧师用中国相片，欧洲的相片，你们可以的。将来恁嘛有可能当行到世界各所在，就亲像恁细汉的时阵听到今仔日牧师甲恁讲，伫欧洲有足水的圣诞市集，恁开始认真读册。工作欠钱，有一日你嘛会当家己亲像背包客去欧洲感受看看。牧师一生他一摆伫欧洲过圣诞节，非常非常的特别。我都真毋是咧甲恁讲笑，我做噩梦，我会当包一只飞行机，甲咱拢载来遐做礼拜啊！哦，因为迄是伫咱台湾真困难去感受着，就亲像咱去迪士尼乐园。迪士尼乐园上界吸引人的，毋是迄个云霄飞车啦、海盗船啦，毋是迄。迪士尼花园最感动人的，就是暗时天暗了后，哦，有真侪迄个电视内底迄个卡通的人物，圣诞老公公啦，包括迄个白雪公主啦、7个矮人啦，有真侪遐啊兔子啦，遐什么调皮的遐动物，因就出来游街，迄个气氛就互因啊。一世人无法度袂记，愿天父上帝祝福恁在圣诞节，上帝大大祝福恁。圣诞节伊讲有一个婴仔为着咱出世，所以这个圣诞节对咱来讲是一个上帝应允、上帝祝福、上帝成就。所以有一个婴仔为着咱出世的意思，就是咧讲起伫今仔日，基督教所咧庆祝的这个主耶稣。伊要真侪伫恁生命中间的贵人，带来咱生命中间一个真要紧的生命改变的祝福。所以圣诞节是一个普天同庆。向日葵学院的老师甲向日葵学院的同学分享，喜乐宝院的老师甲喜乐宝院的这家人分享。咱所有出外的兄弟姊妹，咱都要到教会伫母会，就亲像燕朝兄、燕朝嫂，因若伫特别的假期，因拢一定会倒来做礼拜。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圣诞节嘛是一个祷告的日子，所以咱的教会伫每一年的圣诞节，咱拢会准备遮尔水的蜡条，咱拢邀请咱的囡仔来点蜡条，因为咱望望咱的囡仔是伫祈祷的中间来大汉，伊嘛经验到因点到这个蜡条，因的生命就有光。顶礼拜伊琳的妹妹带因的阿嬷。因的阿哥做伙为着伊的阿嬷，伫咱的教会90岁来洗礼。啊，伫洗礼了后，伊琳的妹妹问我讲：“牧师，我的孩子问我说，我一直祷告，但是我为什么没有看见过上帝？”兄弟姊妹，恁的囡仔敢捌问过恁这个问题？爸爸妈妈，你拢教阮祈祷啊，阮家拢毋捌看过上帝。我其实做想要甲伊讲，来，我介绍你一个人，伊叫做刘玉明。因为刘玉明捌伫手术的中间看到耶稣伫手术房来陪伴伊，但是还太复杂了，那个故事比圣诞节故事更复杂。所以我就甲讲，妈妈，你会当教你的囡仔祷告，上帝，我想要看到你。上帝，我想要看到你。我拢毋捌看过你，但是主耶稣敢会当互我看过你？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伫今仔日的圣经以赛亚第9章第7节，伊讲：
伊的名要称作奇妙的无数、全能的爸、全能的上帝、永远的爸、和平的君王。恁就会恁斟酌甲想，这句话内底咧讲起4种的生命的恩典。伊要诚做奇妙的无数，意思就是上帝要诚做你的智商者。上帝要伫你拄着真侪疑问的中间，你找无答案，你咧找答案。上帝要诚做咱奇妙的无数，耶稣要诚做咱奇妙的无数。意思就是伫咱人生的十字路口，伫咱人生咧想何去何从的时，这个主耶稣要甲咱讲，我就是真理、活命、道路。智商者要伫咱的生命中间充满智慧，所以耶稣带来4种的祝福。4种的祝福伫圣经中间所讲，就是今仔日的新约，迄是耶稣亲自讲的话。伊讲天国的福音要传到普天下，福音要传到普天下。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是福音？什么是天国的福音？让牧师用最简单的通俗的话，天国的福音意思是从天上来的幸福，对天顶来的祝福。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会记得，这个主耶稣不是专牧师的耶稣尔，这个耶稣是我的耶稣，咱每一个人的耶稣。上帝帮助咱，伫这个专属的日子，咱每一个人拢有圣诞礼物。迄个礼物无一定是摆伫遮，因为恁若不是低于20岁以下，恁就无遮的礼物。但是有一份礼物是伫咱的心内，伊叫做平安喜乐。上帝将这个平安喜乐放伫咱的中间。今仔日是一个欢喜甲庆祝的日子，所以我无爱解说真侪咱伫信仰上咱的较深的这个信仰的功课跟教导。但是天上的幸福是咱今仔日的主题。天上的幸福伫圣经原文叫做 au angel。au angel， 这个 au 就是希腊文中间讲好的无比的意思，都是圣经中间咧形容讲是一个足好足好的礼物。圣经讲它是一个八福，超过咱通常咱台湾人咧讲的五福临门、五福临门。圣经讲八福，上帝所赏赐好的无比，对天上来的祝福，迄个好就是这个字。这个好消息就是福音，福音是有2个字，所以基督教一个最重要的专属的这个信仰的礼物叫做福音。福音是2个字，好消息。第2个消息其实伊的字应该讲就是天使啦。好的天使来到我的家，好的天使来到我的心中，好的天使来到我的生命。好的天使将好听的故事、好听的歌曲来跟我讲。咱伫今仔日，咱伸出咱的双手，上帝祝福咱大家。上帝祝福咱伫今仔日的圣诞节，咱领到4种的礼物。这个4种的礼物，你要甲牧师讲，牧师也无影这空空，牧师也无影我毋捌看到耶稣，牧师也无影我看不到上帝。咱闭上眼睛。用另外一种眼睛来看，咱闭上眼睛，用心灵的眼睛来给耶稣特工。耶稣让我看到你。耶稣今天将一份很特别的，看不到、摸不到，但是真正的、永永远远的圣诞礼物，伫今仔日赏赐予咱。这段圣经讲，耶稣要做奇妙的无数。耶稣是全能的神，耶稣是永远的阿爸爸，耶稣是一个和平的君王。这4句话真深，模式要予咱智慧，咱找无路的人要找到路。全能的上帝的意思就是，伫人袂话，但是伫上帝凡事拢会。伫咱人生中间做袂来的事，这个上帝要将能力赏赐予咱，永远，伊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基督教的专有名词。以马内利是来自于圣经，对，上帝与你同在，好棒感谢主！
上帝与你同在。啊，过来和平的君王艺术就是咱要建立一个平安的国度。全世界哪一个国家的人觉得最骄傲？有真侪人拢讲，我若去到什么所在，我若拄着艰难，阮的国家会甲我保护。美国人都有这种，美国囡仔都有这种的信心。伊讲，阮国家是一个全世界上界会当保护家己国民，阮是上强的国家。所以若摕着美国护照，拢感觉抬头挺胸，去到什么所在拢天不怕地不怕。今仔这个讲，伊是一个和平的君王的意思，就是咱有上帝的记号在咱的生命。这个上帝就是咱的保护咱的政府、咱的国王、咱的阿爸。愿天要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生命中间，咱斟酌甲祝祷。牧师邀请您讲，闭上你的眼睛，用心灵的眼睛，伸出双手，对今仔日开始，当年拢甲祝祷。愿天要上帝互咱伫今仔日充满了喜乐，咱有礼物，咱有聚餐。咱有好的亲人朋友，咱做伙一起过圣诞节。这是昨日阳暗，咱的教会到街上去踩街，有一寡人他们因唔知影咱教会今年拜二拜六，因为以前咱教会拢用拜五暗，然后邀请因拜六暗来参加圣诞晚会，恁会记无？所以咱即摆改变，咱要互教会已经30几年，拢是用迄种做闹热的。那像你咧伫广场的迄种的晚会，但是咱的教会慢慢感觉，让教会成为教会，所以咱开始无用这种真热闹的街舞甲其他的这活动，咱用真安静的平安夜诗歌跟祷告。但是咱有缘，咱有邀请咱的社区来做伙，因为今仔日的金句圣经讲，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您同意吗？这就是保罗的话，凡我所行，都为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凡我所行，我生活的目的，我生命最大的快乐，就是施比受有福。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所以，亲爱的姊妹，咱来做一个动作，你甲你的边的人诚心诚意甲伊讲圣诞快乐。阿们。咱虽然无带来礼物，但是咱带来咱心中真诚的祝福。咱做伙来祈祷。稳定的上帝，阮做伙组织伫教会，大人囡仔今仔日拢要欢喜快乐。赐阮做伙伫教会庆祝圣诞节。愿为着新的一年，甲阮将来人生，恳求主耶稣，你亲近每一个有需要你的人，因的人生中间，互阮得到丰盛的活命，带来平安喜乐。阮伫你面前安尼感谢，祈祷我给耶稣的性命。阿们。咱来用这段祈祷词来做咱今仔日的回应上帝圣经的话，然后要请主席来献诗。
我们的主日学的孩子因带来娱乐的时光，咱来欢迎主日学咱的孩子。把口罩脱落来，好不？咱给拍破欢迎。花束，爱我们的阿爸天父，差遣孩子为宝贵救赎，他的降临揭开了救恩的序幕，就是主耶稣基督。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在这闪烁的光彩之中，我禁不住歌颂。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在这永恒的应许中，耶稣是最美的礼物。
现在只是请咱搁做伙来吟圣诗94首，普天同庆，主临世界，来应答上帝的听。请咱起立吟全首。请坐，即时请咱准备来奉献。你若是人客，头一摆参加教会礼拜，请你毋免感觉歹势。奉献是基督徒对上帝的感恩，真欢迎恁来做礼拜，咱毋免感觉歹势。
现在请陈牧师。咱甲咱身边的兄弟，咱搁一摆甲伊讲，耶稣听你，好无？咱要用这条诗歌来做咱的祈祷，吼咱少年咱的家庭内底亲人，虽然有可能咱的亲人无都拢甲咱做伙，咱用这条诗歌来为因祈祷，咱嘛为着咱教会身躯欠安的人，来用静静用祈祷的心，咱来唱这条诗歌，耶稣听你。咱用祈祷的心，咱对着这个歌词，咱为着咱的亲人教会，所有每一个人，小可较大声一点啊！愿主耶稣的听。进入咱所有兄弟姊妹恁的家庭的内底，咱恳求天父上帝用伊的听来保守咱，来满足咱，互咱的家庭因为听，咱就喜乐。主阮的少年，伫阮中间，袂通甲阮做伙做礼拜，身躯欠安的每一个，阮的兄弟，阮的姊妹。主你的听是阮最大的福分，愿伫你面前，恳求你将这个听。互这个世间，愿这个听帮助咱的社会，咱的国家，互咱的家庭是一个好听充满的所在。主愿感谢你，主耶稣，你来到这个世间，表明愿天父上帝的听，要除去孤单，除去烦恼，享受阮愿望。主耶稣，愿感谢你。主除去阮伫这个世间所有一切无完全，享受你的光明，带阮脱离黑暗的关系，用耶稣的性命赐接，所有黑暗的关系袂当搁再搅扰阮的兄弟姊妹。阿门。主啊，你会听，主啊，你会听。何等的宝贵！咱中间敢有头一摆来德登教会做礼拜，敢有拜托你甲牧师挥挥手头一摆？杨明杰迄个先生吼，展望会的老师的先生头一摆甲和平教会兄弟吼，咱真欢迎伊参加咱。我特别要甲咱报告一个人，介绍一个人，就是
温牧师、牧师娘，牧师伫美国读册是真照顾牧师、牧师娘，照顾阮的家庭的温牧师、牧师娘。因搬倒来台湾，第一年伫咱台湾来过圣诞节，牧师邀请因专工来甲咱过这个圣诞的假期。咱欢迎牧师、牧师娘温牧师、牧师娘。咱中间有真侪人捌看过温牧师、牧师娘但是牧师讲，我一段时间无来，有足侪少年的我即摆拢毋捌看过愿上帝赏赐咱无论去到啥物所在，伊的教会就是咱的家庭咱真欢喜温牧师、牧师娘甲咱做伙过圣诞节。真久无见面的兄弟姊妹，耶稣听恁耶稣听恁，上帝赏赐咱在座新的一年。特别咱今仔日带咱的亲人来，上帝祝福恁的家族，新的一年稳定满满，新的一年稳定满满。上快乐的时间就是礼物的时间咱来将下面的时间来交予咱的陈牧师咱来将下面的时间来交予咱的陈牧师。尖叫声！你好，我这领衫只有圣诞节这日咧穿迄是温牧师娘为美国寄予我的。我第一届穿的时阵，我会记伫主堂国小，迄个校长讲欢迎主堂教会陈牧师圣诞阿姨，搁无几年后，伊讲欢迎圣诞妈妈，最后伊讲欢迎主堂教会陈牧师圣诞老婆婆，就是这样。好，我伫遮要大先甲咱报告请咱大家帮忙。迄个向日葵学园，咱今年圣诞节的主题是回家。爱与分享迄个咱要请咱的会友来关心向日葵学园。关心的方法有足侪种，你若要逐个月用500块、1000块来奉献到向日葵学园嘛会使的。但是目前有一个上较要紧的伫即礼拜有一个咱教会的会友的妹妹，因公司的逐个好的同事送咱50包米，迄米是张农米拄好出来，出厂的日期是12月11号，真好食的米，向日葵已经有试食，但是伊毋是真空包，咱袂当放，伫即3个月爱食了，所以呢，昨已经卖一半去，剩无几包啦伫遮甲咱报告，伊的原价。伊捐予咱一包是280，咱就照安尼。你若要买一包的280，不过你若是要买2包的500，这像电视的广告500请咱甲高月红老师甲伊订购，剩无几包伫后壁报告以上。我报告足紧张的，因为咱这小孩子等袂掉啊。搁一项圣诞市集，拄拄我边仔这位青年牧师咧讲欧洲10大圣诞市集，伊甲我偷讲，伊讲陈牧师，今年全世界10大圣诞市集第1名是主堂教会。我毋知伊遐个有信心无咱的圣诞市集是由各位会友一起努力参与的啦靠阮这几个实在是没什么力量。但是我要甲咱报告，因为咱为着要掌控人数，所以咱爱买入场券。入场券一张100块，一张100块欢迎恁等下来甲头前才会来惠安甲千亿站起来给大家看。我们派出2位小美女恁等下要买，甲伊买好，请坐。恁若是无要，嘛是欢迎恁来参加。
不过你就无法度参加摸彩。最主要100块是咱要控制人吼，咱今年咱无法度，因为疫情的关系，咱无法度邀请足侪人来。啊，搁有第二就是迄个摸彩的问题。啊，你若讲我着无爱买，我要参加，好欢迎，但是无摸彩吼。啊，甲咱透露，摸彩的奖品有一个高级名表，由精工表的迄个人提供的吼，嘛有高级脚踏车1台吼，还有很多很棒的礼物。好，来交给你们了。好，来，现在要开始来颁奖。好，咱请幼幼班的出来，搞听。幼幼班，咱有特别给你设计一个名称吼，这个车恁改了，圣云，圣云幼幼班好，我们请圣云的圣云在哪里？好，来再来，圣熙在哪里？幼幼班哦，幼幼班哦，幼幼班。哦，你的礼物，好好好，圣云在那里。品成，幼幼班品成，请阿嬷，没关系，要照相，你可能若要照相会伤，无要紧，晓得。不是，有一个，还有另外一个什么？宇飞，品成在哪里？哦，品成来，宇飞在哪里？嘿，这辛苦过，啊我今日手给嘿，好，易安有没有来？易安哇，易安来了。哇！依安他大汉啦吼，好，依安那么大了，好来再来，看到就摕来，好。易柔，哦，无去，这个称鬼，易柔，圣诞快乐，这个是谁？无来提边。哈？杰宁有来无？无来。哈？方怡来，听到了，方怡赶快过来。佑成无来，佑成当互阿嬷。雨禾来。启信，亚泽雅敏，杨恩，拢无了，再看迄边。陈浩，哦，亚泽雅敏伫遮。嘿，陈浩嘞，来浩来。你卖大概。慢飞。好。那个谁？一起。好。陈勋，哇，好棒哦！善如，等一下。佩琴来，佩琴。雨兰嘛，国小啊。好，到这里又，伊嘛国小。
OK， 嘿，过来。善如，善智，起信的领完了，善智。宣心没有回来。雨兰，啊，给我上国小诶。国小拍照。刚刚这几个吗？喜乐社区有嘉云、嘉代、乔双、宣如、玉琪、子玲、韵仪、云杏、雪杏、松佑、婷宇。再来是20院区，请牧师提起给因吼，迄个玉婷、明贤、威婷、秀娟、美，这下美云。再来万和院区哈，万和院区来提。万和院区加，要不要？永如、崔恩，好，叫安尼分，嘿。角色你宜安的，像如你迄人的，你哪个是迄个悠悠，像如迄人的，你等者交到像如。好，过来啊，无啊，即摆过来换。好，你等一下，上大包的，给你。他们全部出来好了。好，展望会的小朋友，请全部出来。
展望会的，展望会的。好了，这个都有名称，都有名字。来，这可爱的小宝贝，给拍手好不好？好了，站好来，那个云佳自己举手，云佳好哇，打包哎，再来像轩宇举手哦哈，嘿嘿嘿，嘿，梦晴，梦晴，是多少嘞？你要举手哦。孟威，玉轩，应晨。心愿，傅红，雅婷，雅婷，雅婷，嘿，雅婷，依婷，依婷，好，依珍，怡珍，怡珍，怡珍，陈六，孟涵，孟涵，孟涵，好，都有了哈，都有了吗？都有了吗？你们往前站一点，上。学员，好，我们请向日葵学员的同学出来。哎，毕业生来几个？2个吗？毕业生来几个？3个。毕业生好，等一下，我们送过去，还有佳宇。好，这项要名，你家叫。子贤有来不？子贤没有来。玉山，子怡，钦佩回去了。嘉璇，依林，举手。文景，好，品涵，都有了哈。好，那毕业生。毕业生有，好，毕业生，嘉颖跟同学，好，好，你先。再来，我们最可爱的、最棒的圣经班。请出列，好。他们努力要让教会的圣诞市集成为全世界第1名哦。圣经班过来。好，请刘一鸣代表。啊，你等者，家己去分啊啦。哦，我们请刘一鸣代表，大学生。
人民代表。好，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还有嘞。好，等一下，那个请那个找大学生，请找致宪。还有，我们要赠送给各位的礼物有教会的月历，还有月历，如果你是学生，你用不到你就不要拿。那个还有圣诞糕在后面，然后还有很好吃的羊肉大餐在后面。好，什么会？多谢。来，那么请问伫遮的小朋友无摕到礼物的有啥物人？麻烦你举手一下，这里的小朋友，哪一个小朋友没有拿到礼物？我不是故意给你忽略，是因为足侪人传到拢戆去，都有了哈，你有了哈，好，很好，好，在最后的邀请，你们院长我一定会给他一份很好的。这囡仔有价单的，伊一直讲院长无礼物啦。哦，你看无讲恁董事长嘛无礼物，讲一直讲我院长无礼物，一直甲我比的。好，等一下，请恁院长一份很好的礼物，吃饭祷告。好，我搁伫遮最后一届邀请咱大家来参加圣诞市集。咱这个圣诞市集不是参牧师办的，是咱大家人办的。咱要伫遮共同来分享咱的痛，大家要有一个回家的感觉。所以咱来谢谢爱家贝还有喜乐宝宴，为咱准备足侪礼物要互咱摸彩吼。咱多谢因，嘛多谢恁的参加，嘛多谢咱读拄啊，咱的圣经班。足大声个牧师，今年是咱主堂教会要摕第1名，吼，请咱做伙来参加。报告以上。现在只是来报告，顶周的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的聚会，基督会拜5、8点，咱有线顶甲礼拜堂实体的礼拜。家庭礼拜是暂停，青少年团契拜六7点半伫教育馆。圣港的服侍后礼拜是胡素基执事，苏琴是李慧英姐妹，苏恒是我本人以及林安路执事。交代是第1周。新安宫读兵表以及每日的能量，请咱照听书表顶面的进度来读。具体交通，伫这圣诞的节期，愿主耶稣降生的恩典满满来祝福你。第2，伫平安暝的基督会拜3的基督会，咱要改伫拜5，请咱大家注意，邀请大家做伙来祈祷。咱圣诞节的活动，12月20拜5暗时8点，伫教会有平安暝的礼拜。12月25拜6，拄仔牧师有报告吼，咱后礼拜6是4点半，下晡4点半，吼，咱有圣诞市集，欢迎邀请咱的亲朋好友来参加。咱有迄个入场券吼，请咱较等的会后会当找咱的圣经班的小朋友来买。生日的兄弟伫顶面，请咱伫基督中来为因祝福。奉献报告伫节目顶面，若是有错误，请咱按会计人员来更正。大道事项第1，请咱阁继续为着台湾甲世界会当来度过即件的喜验的检点来祈祷。第2，请咱继续为着身心欠安的丁丽华姊妹、钟岩姊妹、江大兄、庄仁聚、潘素贞老师、黄宏仁以及咱教会所有的长辈的健康来代祷。第3，请咱也继续为着教会青少年因的心灵甲课业来祈祷。第4，为着教会适婚青年的婚姻来祈祷。第5，请咱也伫基督中纪念咱的姊妹教会、韩国妇人教会、集教会以及德克达雅教会。
即时，请咱做伙来吟上人的信息509首，吟诗线请曾牧师来教导。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当扶持，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大家请坐，灭道闭会。